今仔日早起，咱要先来看欧洲年度的大代志——华沙安全论坛。咱台湾头一届有外交部长受到邀请去参加。外交部长林佳龙伫咧论坛演讲，伊讲希望台湾甲欧洲合作，阻挡中国甲罗西亚等等的威权扩张。 外交部长林佳龙最近第2遍访问欧洲，这回应邀参加第12届华沙安全论坛，并且发表专题演讲。参加欧洲年度的重要安全盛会，林佳龙讲，即马正拄好是欧洲甲台湾做伙阻止威权扩张的关键时刻。Taiwan can help amplify Europe's industrial might and remarkable capability for innovation. Taiwan, with its prowess in advanced semiconductors and electronics, stands ready to serve as a key enabler, helping to amplify the strengths of European leaders. 林佳龙强调，强化全球供应链韧性正重要。台湾会当协助欧洲发展半导体加 AI 产业，伊希望欧洲各国加企业会当进一步深化对台湾投资，也点名中国、罗西亚、伊朗加北韩等威权政权已经形成动乱轴心，民主朋友爱做伙建造一条灰红供应链。事先就宣布，你等于说很明显的波兰他不担心，来自于中国的一个抗议。 好，那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外交的突破。这边论坛也邀请咱国的现役将领、国防部情报室处长谢立生，伫欧洲建立基础建设的欧洲洞察场所，甲美国退役海军少将摩根马蒂邀请前北约欧洲盟军最高统帅布里德罗佛等人共台会谈是较罕见。军事的合作或是交流，基本上是属于比较敏感的一环，是一个。 蛮重要的一个，可能是比较新的发展。林佳龙也伫演讲时阵讲，欧洲也正拄到罗西亚威胁关键基础设施的挑战，这甲台湾所拄到的情形正同款。因为中国一直用普设地带建设、网络攻击加军演，想要破坏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记者综合报道。